讲到这个厝价悬，国内房地产市场犹原是正热。内政部今仔公布，今年头一季国家主体和都市更新中心已经完成4002户的社会主体，拍算第二季有6900外户要来招标，目标是逐年起15000户以上的社会主体。 国内厝价悬，社会主体已经成做袂少人的选择。内政部伫咧即个月30公布社会主体第一阶段兴建的目标，4万户已经顺利达成。中央区4435户，地方区36273户，其中以台北市18000多户上多。中央政府提供了国有土地，提供了非自偿的补助，提供了先期规划的费用。 当然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法制作业完成，但是我们也确实感受到地方政府的量能真的有限。内政部表示，第二阶段的目标对今年到113年前要起84728户，中央占8.5%，地方1.5%。也那5都内底以桃园市要起4223户上多。今年中央兴办社会主体有计发包50件，伫咧18县市动工。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过程当中盘点了500多处的这个地点，那最后达成了204处社会住宅的预定土地，包含了县市政府所在地以及它人口聚集超过5万人以上乡镇市，我们都去收取。 内政部表示，所落来中央和地方共同的目标，就是逐年要起至少15000户，希望实现蔡英文总统伫咧连任时承诺要伫咧2024年之前起12万户社会主体的目标。一般的家庭比照市场租金的中位数拍8折，弱势家庭拍64折。同一个时阵，这主体公共设施设置的比例要合理，品质要好，而且地面要有更较开阔开放的空间，希望减轻国人 税厝的压力，也互大家带了舒适。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。